来看行政院第110年核定农委会饲猪100亿基金的4档计划，来改善设备，辅导产业升级哦。经过2档外来的拍拼，今年的4月，咱国内的猪肉经过30档后，又会当出口到菲律宾哦。在地的车经过消毒门，要送去到猪屠台，无论是猪肉分切包装，也是送去冷冻边，拢要维持在固定的温度。规个生产的流程拢要符合卫生安全标准。这是分林原种的猪屠，在2021年通过 HACCP 的验证，今年4月佮经过菲律宾的同意，互咱会当外销。在2个月前有通过那个可以把产品出口到菲律宾的资格嘛？那在大概下个礼拜，那个菲律宾的厂商他们也会过来这边跟我们洽谈，那希望可以洽谈成功，有这个机会。本地的所在到台地的所在，到榆林咱的两链这个动作。全部土地万股。为着要协助饲猪产业转型升级，行政院自2021年决定农委会通过饲猪100亿基金的4年计划，除了改善猪条、污染防治设备以外，目前也已经辅导16间猪屠分切加工厂通过 HACCP 认证，提升国际竞争力。过去30-40年来，我们如果没有因为有这个100亿基金，我再猜我们的屠宰场。搞不好连一家 HACCP 都没有。生鲜猪肉现在已经可以卖到我们的菲律宾、澳门等这些的国家地区。农委会表示，7月初一开始传统猪只全面备检，上紧明年会当争做亚洲第1个无非洲猪只、无口第1含传统猪只的国家。农委会会阁继续辅导国内饲猪产业的转型兼永续发展，甚至有可能开放英国、外销日本的猪肉市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